我本以为这世界上没几个人是我的对手，连一克，今日被你占了先机，下次你可就没这么幸运了。黑凤，走。小香，小香，小香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伤得不轻，晕过去了，必须马上请大夫。把他抱起来。等他醒了之后，你可以说是你救了他。那当然了，英雄救美的机会本来就不多，肯定是让我当小夏的英雄了。哎，大夫马上来了，你赶紧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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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。哎，我可提醒你一句啊，那个东方是心狠手辣，找不着林一克很可能会找你，你自己小心点啊。好。小六传来消息，让我去趟东平郡，我不能保护你们了，你自己赶紧去郡王府派些护卫来护着你。行，我叫剑飞，现在就去一趟郡王府。哎，你就不想见花不期一面啊？不系被绑的事情非常古怪，我到现在还没有查出什么线索。我今晚去趟朱府，见他问问清楚。你们这对痴男怨女啊，终于肯见面了，有话好好说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有什么不敢见他的？我先走了。那小子到底对老头说了什么呀？说还一个人，怎么还呢？你说老太爷不会被东方氏刺激疯了吧？老头，那臭小子最后到底对你说了什么呀？我饿了，先买饭吧，吃完再说啊。去央厨房给老太爷弄碗阳春面去，要快，别讲究了。老头，你也别吃饱了再说，现在说。哎呀，他说要入赘呀！啊？你们那是什么表情啊？入赘怎么了？入赘了我也不嫁。小姐有所不知，男子入赘对这个男子来讲是一种耻辱，很有可能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。如果他入了赘，他以后就是朱家的人了，不再是东方家的人了。其实你们生了孩子，那孩子也只能姓朱，跟东方家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所以你就答应了？哎呦，我也是被欠银压弯了腰不是？朱家100年的基业，这一旦毁在我手里，我怎么去面对我那列祖列宗啊？再说那个东方小子长得还不错，武功也好，关键的那个医术还一绝呀！啊，你要是跟他成亲，这是个赚钱的买卖。我看着九叔死，我绝不会原谅他们的。要不是他们，九叔会离家出走，他会那么惨吗？老头，你脑袋是糊涂了呀！别，我这脑袋里头也就是转了千百遍，我不是还没同意吗？你是谁？你是谁呀？你是我做生意的物件吗？你是飞儿的女儿，是我们朱家的孙小姐。我就知道你不会见钱眼开，你早说嘛！我还以为你不报仇了呢。我怎么能不报仇呢？我查不到神秘人，这明月山庄他在那儿了吧？我就派人查那明月山庄，我查的底下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。哎，我要先不翻这明月山庄，我就不是猪八爷，我改名王八爷。好，我要是不还清那些欠银，我就不叫猪猪。有志气！哎，我的天哪！小虾，小虾，
奇怪，怎么一声不吭人就不见了？跑哪儿去了呢？袁崇，你再盯着他看，小虾姑娘脸上非戳个窟窿不可。她怎么到现在还没有醒啊？哎，建飞，你再帮我去请个大夫看看。大夫刚走，而且大夫不是说了吗？他是因失血过多导致的气血亏损，已经服了药了，明早就能醒了。那我今天晚上就一直守着他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他是怎么受的伤？你又是怎么救的他？这说来话长，等我有时间了，我告诉你。你现在是有什么事吗？我现在要照看我的女人，没有时间跟你说话。袁崇，色字头上一把刀啊，你小心点儿。孙小姐，你就回去吧，让我去就行了。小夏功夫那么好，她不会出事的。小夏从来没有离开过我这么久，她肯定出事了。别花时间劝我了，快去找呀！啊，走，这边。站住！啊！鬼鬼祟祟在我朱府门口做什么？你是什么人？转过身来！在下只是路过，不知小姐找我何事？我府里有个人不见了，你可看见一个大概这么高、做男子打扮的清秀女子？不曾看见。不过我看小姐面相微红有祥云，福可惠及身边人。小姐要找的那个人，一定没事。你还会算命啊？你刚刚说的可是哄我的。小姐要找的那个人，很快就会回来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再帮我算算，我何时能有桃花运，遇见心中的如意郎君？不是，小姐，我们不是找小虾吗？你怎么跟着算起命来了呢？你要想算命，改天我给你请一个布衣神算到府上好好算。我们抓紧时间找小虾吧。小虾没事，大师不是说了吗？大师，我何时能有桃花啊？恭喜小姐，好事将近了。好，住手！啊，打赏！哎呦，小姐，我闯荡江湖这么多年，我没见过哪个神算就这么给人算命的，他铁定是个假的，这你也能信呐？借人吉言，懂不懂啊？大师，希望真能如大师所说。喂，拿了钱还不走，要干嘛？
回府。小霞不找了吗？糖葫芦，你的面来了，来吧，来吧，看一看，糖葫芦，怎么卖的？30文一个。多少钱？30文。抢钱啊你！腿挺长，走挺快呀。小姐似乎认识这个人，刚才说话也奇奇怪怪的。谁呀？到底？小霞曾经说过有人暗中保护小姐，莫非是他派来的？也不知道小夏到底怎么样了。小夏刺杀东方时受了伤，袁崇在照顾他，你不必担心。其实父王早就知道你不是他的女儿，你母亲的死可能也和父王有关。他找到你，其实也是为了利用你。七王爷为什么要利用我？可能和利益金钱有关吧。不亲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从今以后，我不会让你被任何人利用，我会保护你，我不让你受委屈。我真的好恨你，我好恨你，我好恨你！你明明就已经在苏州了，派了人保护我，还给小夏寄官图，可是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见我？你为什么？我等的模样毫不具象，用皮肤感受你的留香。你竟然能做到带走阳光，我以为它跟随过了量，像风一样侵略时傻傻作响，再宣布恢复晴朗，就好像我们两个没爱过一样。少爷，药伤好了。要是我就在这剑上涂上剧毒，让他见血封喉。黑凤，小霞回主府了吗？探子来报说，小霞并未回府。那就去问问苏州府所有的大夫，今天有没有人诊治过一个肩上和胸口受过剑伤的女子？诺，黑凤这就安排。慢着，
听说联谊课曾经坏过明月山庄几件好事，你去问问刘明月，看他有没有联谊课的消息。这个联谊课敢和我抢媳妇儿，就算掘地3尺，我要把他给挖出来。诺。陈宇，你知道吗？你差点就再也见不到我了。莫夫人下毒想害我，我差点就死了，幸亏被救了回来。莫夫人还对我娘下毒，把我娘也害死了。这个莫夫竟然如此大胆！等我到了东平郡之后，我就传信给我外公。他乃国公，要处置一个莫夫，还是轻而易举。是莫夫人害我，可莫大哥待我不薄。我还没有想清楚该如何处理此事，你别轻举妄动，害了莫大哥。好，都听你的。等东平郡的事情忙完之后，我就向皇上请求去除掉王爷的身份，我不要什么封地，让我逍遥自在就好。到时候我再回到苏州，和你一起共度余生。啊，你不是被贬到东平郡的，而是有任务。对，皇上让我去东平郡，就是为了调查明月山庄。皇上觉得明月山庄有问题。太好了，明月山庄杀了我九叔，我恨不得把他们所有人都抓起来。陈宇，你一定要好好查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为了你好好调查清楚的。不行，前几日你被人抓了起来，后来又被人送了回来，还说什么要悬赏抓联谊课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陈宇，我跟你说件事儿，你可千万别生气啊！怎么了？绑我的人叫东方石，他是个不按规矩做事的人。我们朱家欠东方家一大笔钱，若是还不出来，就要嫁一个女儿给他，所以他才绑架我的。说起来，我算是和他有一纸婚约。他知道我喜欢联谊课，想杀联谊课，我怕你有危险，所以才对外悬赏要抓你，想警告你的。连朱府都还不起的银子，到底是欠了多少？好几千万两呢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是绝对不会嫁给他的，我讨厌死他。而且我已经很努力在赚钱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嫁给他的。看来我这王爷的身份暂时还不能去除掉，到时候要是朱府还不起银子，我还能用王爷的身份再拖欠几年，到时候我们一起赚钱把钱还了。我就不信，我们俩加起来还还不上这些银两。不急，你好好待在朱府，我忙完所有的事情就回来。你要是再离开这么长一段时间，当心我忘了你的样子。小刘那传来消息，我要是再不赶往东平郡，西楚州的将领就会发现我擅自离队，到时候上报给了皇上，可就麻烦了。你去东平郡，可一定要小心，那里毕竟是明月山庄的地盘，强龙不压地头蛇，你可千万别逞能冒险。而且我们朱府也在查明月山庄，一有什么消息，我会给你捎信去的。我不会有危险的，你别忘了，我可是联谊课。而且是10件启发的联谊课。对，10件启发。
对了，我们朱府在东平郡也有做一些小生意，等你到了，我会命那儿的掌柜去郡王府谈些高山大叶茶的生意，这样朱府就可以和东平郡建立生意上的往来，我也可以借此知道你的动向了。我的不弃就是聪明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这么轻易忘记我的样子的。走吧。我走了。陈宇，你可千万要小心。驾！驾！韩统领，有。小六，韩统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马上就到西楚州了，可是殿下还没赶上来。这东平郡乃西楚州下郡县，这知府和守将大人肯定要过来拜访。我看咱们这回是躲不过去了。躲不了也要躲，就说世子沾染风寒，暂时见不了人了吧。少爷回来了。世子有令，前方驿站休息。就。我赶来的可还算及时，没被人发现吧？少爷再不来啊，我和韩统领都快被吓死了。总是拦着不见人，难免让人心生怀疑。不过幸亏，大家以为您得罪了皇上，被贬到东平郡，所以来求见的人并不多，总归是没露出什么破绽。有谁要见我？都是沿路的一些官员和乡绅，还有柳青梧。柳青梧？对，他一直跟着车队，中间求见了好几次，我找各种理由给他挡了回去。他现在还在门口等着。让他进来。诺。如今殿下荣升为郡王，想见郡王一面可真难。不知今日为何又肯见青梧了呢？本王这几日身体不适，所以不愿见人。柳姑娘可别介意。不知柳姑娘找我，所谓何事？郡王，七王爷找到碧螺天了吧？听说主上把柳明月狠狠地惩罚了一顿，定是碧螺天的秘密被泄露了才会这样。青梧已经完成了和郡王的约定，郡王，您没有忘记对青梧的承诺吧？柳姑娘请放心，本王并不是背信弃义之人。答应柳姑娘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办到。那青梧就多谢郡王了。青梧已经想到办法重回明月山庄了，希望郡王能够配合。哦，柳姑娘想到了什么办法？七王爷从柳明月手中得知碧螺天的下落，郡王又来到了东平郡。无论是皇上把郡王贬到这里，还是有什么目的，柳明月一定会小心提防着郡王。柳明月身边缺乏有力的帮手，青梧希望郡王能够假装对我有意，这样我就可以说服柳明月派我来到郡王身边监视郡王。等到我重新得到柳明月的信任，
继续当明月山庄的大小姐，我就能趁机烧了她。既然柳姑娘什么都已经想好了，倒是替本王解决了很多烦心事儿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既然郡王同意了青梧的想法，那现在可要开始改口了，不应该再叫我柳姑娘，应该叫我青梧。好，青梧姑娘。是青梧，不是青梧姑娘。郡王，我可以叫你长青吗？可以。长青，你觉得我美吗？美。你比那春色还美。本王若是能得到你这位佳人，实乃三生有幸。长青，你所言可属实。柳姑娘觉得我刚才演的可还像？啊，像。青梧差点就相信了。既然长青同意青梧的做法，那青梧现在就回明月山庄了。柳姑娘，哦不，青梧，你刚才口中所说的主上，你对他有多了解？主上。主上一般有吩咐，只会找柳明月。青梧平常接触不到他，只知道他的长相和他有一个外孙，其他的我并不清楚。长青，你问这个，难道此次前来是为了主上吗？若是柳姑娘能帮本王找到他，替皇上解决了心头大患，本王向你保证，不仅能让你当上明月山庄的庄主，还能帮你解除他对明月山庄的控制，让柳姑娘成为明月山庄真正的主人。希望能如长青所言。那青梧告退。主上怎么会忍心对你下手？师傅，青梧回来了。你还有胆子回来？黑燕，杀了他！我可以去监视东平郡王。黑燕，说下去。如今大理寺结案，七王爷死了，没有人会再去翻案追查。陈玉成了东平郡王，与明月山庄距离不过10里地。青梧觉得他此行肯定另有目的，说不定就是冲着明月山庄来的。师父也一定会想要派人看着他，只是师父身边没有合适的人手，所以青梧就来自荐了。你凭什么认为自己可以看着他？师父，还记得青梧曾经在王府为七王爷跳舞的事吗？当时陈玉
提前为我准备好沐浴的水，在门口等着和我一起饮茶作诗，还亲手为我整理发丝，眼神充满着爱意。青梧觉得他定是对我有意。你以前为何不说？当时未觉得有说的必要，如今不同了。如果师父派我去应付陈玉，将功赎罪，与东平郡王打好关系，对明月山庄百利而无一害。师父，您觉得呢？你过来。师父，1个月之内我还能把针取出来，否则它就会随着你的血脉进入你的心脏，到时候你就会和七王爷一样的下场。你最好期待陈玉真的对你有意，要不然你就真的没有机会了。青梧绝不辜负师父所托。公子，今日带的是什么菜啊？今日是你在莫府的最后一天，我特意命令厨房做了一些你最喜欢吃的小菜。最后一天，公子，难道是想杀了我？事到如今，我还需要杀了你吗？我把你囚禁于此啊，也是迫不得已。要不然放你出去，你回到明月山庄又得与我作对了。我不想和你成为敌人。公子，那难道你是想放了我？因为你今日出了莫府之后，不仅不会成为莫府的敌人，或许还会成为我对付明月山庄的助力。公子，你这段时间已经策反我无数次了。师父虽然平时待我苛刻，甚至有些不近人情，但总算对我有恩，我是不会背叛他的。但你有养育之恩，那如果是杀父杀母之仇呢？公子，何出此言？莫伯当年放火烧了薛家，曾查出一件事。他放火之前，已经有人杀了薛老爷的儿子和儿媳，还抢走了一对在襁褓中的孪生姐妹。我找到当年接生的稳婆，稳婆说，那孪生姐妹腿上有青色的胎记。我昨天问过你有没有，你说有，这就证明你就是那孪生姐妹中的一员。也难怪柳明月对你们如此无情啊，因为他是薛老爷和婢女所生，从小备受轻视，他恨薛家所有人，自然也恨你们。你骗我，师父不可能是杀我父母的凶手。那我放你出去，你去查一查就知道了。恐怕那些人早已被公子所收买了吧？那你可以直接从柳明月身上下手，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。我会去问的。公子，你是真的肯放我出去吗？你若想回来，我随时欢迎。但愿公子对师父的诋毁都是假的，也希望我和公子以后再也不会成为敌人。放心吧，我的消息不会错的，我们不会再是敌人了。老杜，大人，这新王世子虽然只被封了一个东平郡王，但也是咱们西楚州内身份最尊贵的皇亲了。他初来乍到，咱们是不是应该有所表示？
不急不急，这关将军可是西楚州手握20万重兵的上将军，关阶尚在我之上，不急。等关将军来了，听听他怎么说，我们跟随他就可以了。关将军那边还没有消息，要不要属下去？老杜，老杜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哎，老杜，哎，将军，行，哎，老杜，你们在这儿聊什么呢？嗨，还不是聊聊皇上新封的那位东平郡王，这不就要到我们西楚州了吗？我正想去将军府上跟将军商议此事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东平郡王在京城享受惯了荣华富贵，如今被封到咱们这穷乡僻壤的，定是舍不得那京城的繁华。哎，磨蹭这么久才到。哎，你说他会不会在我们这儿又赖上3个月，再去东平郡？我跟你说，我可没那闲工夫陪这个小郡王天天跟着他请安。将军多虑了，你想想，最近西湖残兵总是骚扰我边关村镇，这戈壁里的沙匪马大胡子又劫了一批商人的货物，将军你是有守城重任的呀。属下最近也是分身乏术，那只能委托王主簿去驿站帮我们接待小郡王了。老杜啊，还是你心眼多。行，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这就走了？走了。好，恕不远送。行，王主簿，那就有劳你带我跟将军去驿站接待小郡王了。喏。少爷，我们到了。西楚州主簿王维带关将军和杜知府恭迎郡王。西楚州主簿，王主簿请起。不知杜知府和关将军人在哪儿？启禀殿下，西湖最近有军队进犯边关村镇，戈壁上的沙匪又作案频繁，抢了商人的货物。关将军和杜知府实乃分身乏术，等忙完这段，一定登门谢罪。有劳2位大人惦记了。这登门谢罪就不必了。本王也是初来乍到，想看看西楚州的山川景色。你回去告诉2位大人，让他们好好当差。本王择日就会启程，不打扰2位。属下明白。这西楚州的知府和守将也太过分了吧！咱们千里迢迢的赶来，他们连面也不露一下。西楚州文有知府杜元浩，武有握军20万的上将军关野，他们2人在此地共事多年，相处融洽。突然出现个我这么一个郡王，他们心里定是不舒服的。他们2人来见，那是给面子；若是不来见，找借口有事在身，无暇接见。我也不必在这里自讨没趣。小六，立刻封2份厚礼还回去。我们明日一早启程。这东平郡里还有更好玩的事情等着我们呢，不必在这里自讨没趣。诺。就走了？大人，这东平郡王脸上丝毫没有被贬的沮丧，相反，他反而对咱们西楚州和东平郡的山川地理还有人文风情颇感兴趣。他还说要游玩沿途的风光。属下猜，
这位爷是不是就出来转转，走走过场？等皇上这气消了，或者太后殿起，他又被召回京城了。唉，罢了罢了，不去想了，凡事都有关将军顶着。再说我昨日的确是公务缠身，他稍加打探就知道杀匪的事，也怪罪不了我。唉，希望如此吧。此时在意也是徒劳。大人就是有心想追，恐怕也追不上了。这郡王啊，可能已经到东平郡了。